中国又过来调查台湾啊！即马国防部是侦测到36架军机飞入咱北部、中部甲西南的空域，这数量是创下今年上悬的纪录。内面上任的赖清德表示讲，会利用这段时间来掌握国防甲国安相关的事务，下晡也会去南部的空防基地来视察。 中军继续将台国防部自治公布查到36架次强机伫台海周边活动，创今年新高的纪录。尤其为1暗时到中共苏凯3空、运八甲无人机等国型主副战机20架次出海活动9架次，超过海峡中线甲延伸线，进入台湾北中部甲西南空域，配合强南执行联合战备警巡。国军运用联合勤监侦手段，严密的警戒，并且检派了任务机、任务舰以及岸置飞弹系统，适切应处。因应强风威胁，国军也加强战备，各自两栖巡弩、运输舰、玉山舰，今年6月成军了后，海军要求最近完成环岛试航任务。日透早靠伫花莲港，也互人看到载运雄击飞弹的画面，士兵严正支援东部作战能力。 尤其最近，中国一个调训3海联勤，伫东海、大海甲南海进行海上斗争，增加对台湾的复合性威胁。它有可能会是它的海上民兵做先锋，海警在中间，最后是海军来做后盾。那类似的状况也会放到空中，有可能它会进行一些海空的联合操演，甚至是解放军经常中共会说的一个军警民3方的联合演习。5日空特别教会尊总统赖清德启动新来新政，稳健接棒产业交流活动第4站到家己亚洲无人机 AI 创新应用研发中心巡视。赖清德强调，国防经济是支持国家发展的2个指条，也善用这段时间，赶紧掌握国防甲国安相关的事务。这包括在府内一连串的交接工作。 或者是在府外，今天下午我也会到南部空防基地来进行试导的工作。业者表示，无人机在无对称作战当中扮演关键角色，希望新政府应继续挹注资源，鼓励业者提高技术，进一步壮大国防实力。也建议应投资海域无人艇，善用台湾的自通性甲地理优势。记者综合报道。